得遠呀，裝修佬甩得遠呀，裝修佬甩得遠呀，裝修佬裝修佬。哇！做乜花咗㗎？哎呀，又要使錢入喎。啊！好彩，當初買呢個家居寶，佢有3年嘅防霉保證，我又參加埋個3年防霉計劃。如果埲牆發毛，咁我就可以攞翻啲油翻嚟重新油過，唔使錢喎。不過點樣可以令佢發毛呢埲牆？唯有自己買罐翻嚟自己游算啦。唉，3年又3年，3年又3年。